大家好，我是苏先生。今晡我教大家做运动，大家跟下做哦，3万做好去咯。今晡教的运动是易筋经，达摩易筋经这是少林寺的易筋经一个经络导引的气功把我们身体整个身心做这个调理透过呼吸吐纳通周动作加上呼吸就是气功了。气功第一个要教的是我们的三焦经，手少阳的三焦经。三焦就是我们心肺，上焦叫心肺，中焦就是消化，下焦这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统，就上中下焦都会练得到。大家一起做哦。那在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慢慢做，量力而为哦。你筋骨一定要拉得很松，有练经络练一阵子，再练习这个招式会比较好了。不舒服就休息，可以的话就一起做，不要勉强。再三强调，慢慢做，小心做。大家跟他一起做。可是可是时我记得给我打瞌了，打瞌掉。经给我可是我们就是吸吐，吸气用鼻子吸，吐气都是嘴巴吐2口就吸2口气，吐2口气，再吸2次，再吐2次。你觉得你自己气不够怎么办？你就吸吐就好，吸一口气再吐，鼻子吸，嘴巴吐，就按照你的方式就好了。因为有些肺活量不够吸不够久，不要勉强哦。老师再三强调，慢慢做，慢慢来竖打口了，吸气，再吸，空荡口，头回正，跨脚，跨一步，竖指头够海，出爪子，撑住，吐气的时候，塌腰出去，后脚背要压住，要压着，再收回来拱背，输重了。下压，听好了，这是动作等一下要结合呼吸，再讲一次，讲慢一点。吸气，再吸，头回正，不用下来，空调前，吐气，下，下来，再吐气，空荡口，空调前，拱背看后面，吸气，再出爪收回来，再吸。压轻下来，吐，嘴巴吐，再吐。我们左右的时候做2次就是开步2次，并步2次并步开始咯。吸气，鼻子吸，慢慢来，再吸，看前面，跨步，慢慢下去，下不去就不要下去了就休息没关系，下得去就下来，慢慢上，看上面。看后面，输重了，放下来，手不用好了，再一次吸气，手打开，空荡口，头空调前，跨步，慢慢来哟，二虎扑食，像老虎一样扑过去，拱，看后面，收。慢慢，数不用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三焦经这样子练习，上、中、下焦都有练习得到这是我们今天教的第一个运动第二个运动就是教大家我们的胆经胆经的经络胆经就是畅通胆经，都有谈过嘛？有嘛？排毒系统排毒叫敲胆经那我们今天也不会来搞大家练胆经，来脚打开，就打开来开始咯。手打开，吸气，举高，数字合起来，不用说后脑勺后面，扩胸，打开来，有骨往下来，慢慢呢脊椎一节一节下来，抱头，用手肘、手掌碰
看能不能靠近膝盖哈，慢慢来。好，头拿开了，头带动你的颈椎、胸椎、腰椎起来，扩胸，慢慢，不用哈了。好，再一次哦，手打勾了，吸气，手合起来，吸气，好，弯腰，慢慢弯腰，嘴巴吐，好，抱头，再吐气，碰膝。好，手肘碰膝盖，好，头拿开起了，头抬起来，带动你的腰，慢慢起来，再吸，好，手打勾了，嘴巴吐气，很好，带吐，好，好，就是我们与肩同宽做2次，好，并脚做2次，好，用这个，开起了，可是哦，好，慢慢走，好，手打勾了，吸气。再吸，手要放在后脑勺的位置啊，扩胸，啊，腰弯下去，吐，合起来，碰膝盖，好，头脑开了，吸，脊椎一节，慢慢的带起来，好，扩胸吐，手再放下来，再吐气，好，再一次哦，慢慢来哦，吸气。鼻子吸，好，抱头再吸，好，再扩背，好，弯腰，脊椎一节，慢慢好了，再吐，好，再吐，好，头拿开，好，头抬起来，脊椎、颈椎慢慢起来，胸椎、腰椎起来，扩背，慢慢打开。作为等候哦，手不用好了。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经络运动哈，胆经。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肝经啦，我们肝要去活化我们的肝经。我们肝经走的是内侧，内侧的经络很少人去刺激的啊，所以这个肝哦要去代谢它不容易哦。透过我们这个今天教的足厥阴肝经络，去强化我们的肝功能。好，太搞加油哦，上满周。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呢，你真的站不起来就坐着做，没关系，凑那也都得啊，坐着做也可以哦，好，坐着练习。好，开始的时候，挺来做哦，跟我做哦，好，吸气，好，数字哈起来，数重来，鼻吸嘴吐哈，好，推出去吐气，好，够站，脚跟哈，抬起来，正脚，好，吸气收回来。有固，往下吸，吐气推到底，好，慢慢推到底，好，脚跟抬起来，正脚，好，数重了，用这数重了，胸部提缝，转到你的右边，好，推下去，进脚跟正脚，收回来就吸气，收到胸口，转到你的左边，推出去，抬起来正脚，好，用这数，好，从胸口。下背数着蛋糕送出去，空蛋糕垫脚跟正脚，收回来，好，换右上角右上方垫脚跟正脚，好，数重的吸，推上去侧上面左上方垫脚跟正脚，好，最后收到胸口，往中间推出去，头回正，啊，数不用好了，就是把我们这个整条肝的经络。内侧都拉开，好，但是做的时候，做时给慢慢做，好，肝经都是筋骨硬的，慢慢做，把它拉开，好，再一次哦，我们一样来，手合起来，吸气，收回来，推出去，送出去，脚跟正，好，吸，弯腰，好，腰部往下来，送出去，手都听了一下，吐气，正脚，好，吸气，换左边，好，左边送出去。垫脚跟正脚，吸气，好，弯到右边，哦，松头听了一下，垫脚跟正脚，好，数重了，好，吸气，吸到胸口，好，送到天花板，冲蛋糕，垫脚跟正脚，好，数重了，收到哪里？胸部这边，胸部的地方，好，左上角，好，侧边拉这边侧边的肌肉，好，肝经络，垫脚跟正脚，数重了，好，右上角。垫脚跟正脚，
吸，头上去，头回正，好，吐，用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肝经络啦，练习肝哦，这个经络把这内侧的经络慢慢的给它松开啊。我们身体呢，就是因为阻塞嘛，阻塞就会产生一些慢性问题，所以经络要通后，就要练习这个伸展运动，非常重要哦。太搞后起来哦，我们再复习一次哦，这个三焦经啊，每个动作练习一次就好哈。好，吸气，一吸，看上边，二吸，头回正，跨步，好，手指头撑住，好，低头，塌腰，看上面，收回来，拱腰，看后面的脚，再收回来，吸气，放下来，再松开，就是我们的三焦经。第二个胆经，好，吸气，好，再吸，抱头，扩胸，弯腰，有过会弯起来，好，弯下去吐，好，抱头再吐，碰膝盖，碰不到没关系哦，有弯腰就好，不要勉强。头抬起来，吸，脊椎一节一节起来，再吸，好，扩胸，放下来，好，这是我们的胆这个经，好，第三个是肝经，好，吸，推出去，垫脚尖，吐，吸气，弯腰，过弯起来，垫脚跟，吐，吸气，换右边，看下面，垫脚跟，吸气，换你的左边，好，再收到中间，往上推，吸，垫脚跟正，吸气收回来，好，右上角，吐，吸气数到松出去，吐气，好，最后收到胸口，好，松荡口气，吐，看空调前，数不用下来，好，记得呼吸吐纳，量力而为，慢慢来，好，好，不舒服就休息，好，根本搞大家，啊，做了运动，大家做位清好，等下会喝水，歇困一下。大家好，我是苏信善，根本哦，我教大家做运动，大家空下来做来运动，好，做位清好，很棒的运动，你一定要学起来，好起来。好，根本教运动是我信善严真老师教的运动哦，我15年前有去拜师学艺了，好，师承严真老师就学武术啊、经络啊、拳法，那学什么最重要？就学这一套功法最重要。易筋经的收功操，好，大家会上蛮好起来。好，那今天教4招，给不会搞大家做运动，好，做4招。好，第一个叫深根固底，好，深根固底，好，到第2招虚怀若谷，气贯山河，最后一招叫做还珠太虚啊，就是训练我们的这个下中上焦，啊，做我们收功操。口试时记得哦。开始的时候练习啊，慢慢走哦。膝盖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弯太快。空头轻动饮哦，挺通一下，给我抬起来哦，啪一声哦，数挺通一下就掉一声，我的关节啊稳定度不够，所以你有这种问题啊，动一下就会有声音哈，你要小心哦。而且记得要训练肌耐力。第2个动作要慢一点啊，你动的时候动作要慢慢弯腰，慢慢动哈。去把它关节稳定度去强化它，所以你动作要慢一点，越慢越好哦。好，口试时给我打开来。第1招叫深根固底，口试时给它起条要弯起来，坐下来啊，屁股往后坐，手指条下去了，捂住空听来哈。口试时，膝部翘起来，屁股抬起来，慢慢的先吸气，好，鼻子吸气。这个竖直条，C 扎竖直条，拖这个下巴，空蛋糕，再吸，头，回张头，用下来，唔做空调前，你要紧条，这个肩颈这么的卡高，或者是耸肩不行哦，肩膀要下压，要平，平啦，要平哈，好，有个弯下来。腰慢慢的弯下来，嘴巴吐气，脊椎一节一节的慢慢的弯下来以后，吐气哦，手再推到地板，手都停了一下，
好，屁股往后坐，膝盖往前倾，啊，膝部向后背坐下来，好，坐下来，好，记得慢慢来哦，开始哦，吸气，一吸气，慢慢吸气，一吸，小拇指这条手指条托高托住啊，往上拉，好，回正再吸，好，拇指空调前再吸气，好，可以吗？好，慢慢下来，慢慢下来，嘴巴吐气，有股一节脊椎一节一节弯下来，手再推到地板，慢慢走哦，蹲下来，慢慢蹲，哦，拉我们的尾椎哈，肩椎往后坐下来，好，放起来这个做得好，用这数啊，这个扶着这个起跳啊，站起来，好，如果你要站起来的话。就是要这样做哦，这是我们第一次深根固底，好，第二次是我们的虚怀若谷，大家向下走哦，可是时间要记得，屁股往后翘，慢慢坐下来啊，你坐下来的时候就是慢慢来，好，扶着膝盖，先苦下来，好，手打直，第二次哦，一样吸气，鼻子吸气，好，数位不用多。呀，额头提防空蛋糕，吸，好，回正，好，弯腰吐气，有过弯下来，嘴巴吐气，好，松带下松，吹出去，再吐，好，胸用后坐下来，做2次后，有时间后你做得一下做5摆没关系，好，吸气，慢慢吸。好，鼻子再吸气，看空蛋糕，好，头回正，空调前，做对吗？好，慢慢有股弯下来，嘴巴吐，手送到体内下再吐，好，坐下来，慢慢呢，屁股往后坐，好，坐下来，好，你要站起来的话就慢慢站起来。慢慢站起来，好，就膝盖就不会有声音啦，动作慢一点。好，第3式是气贯3合哈，好，大家向下走，好，慢慢一样，膝盖微蹲，好，坐下来，慢慢来哦，好，食指啊，食指哈起来，好，吸气，好，抬起来，吸到胸口，一吸，再吸哦，手啊松蛋糕，推高，哦，空调前。嘴巴吐，记得手臂要夹紧手臂以后，嘴巴吐气，弯腰，好，推到地板，好，后坐再吐，够了哟，慢慢的一吸气，啊，手举高，手翘起来，好，送到蛋糕，吸气，好，跳起。手臂要夹起来，好，弯腰，有骨把下来吐，好，再吐，坐下来，好，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就是我们的气贯3合哈。做一个叫还珠太虚啊，开始的时候要站着做，好，站好，站着做，大家说，借给我。手用招数卡高卡起来，好，握拳要握紧，好，握紧，好，再往后吸气，往后提水桶，水桶要往后提起来，好，然后从腋下蹲的时候推出去，送出去，空调前，有过胸前，完毕了，向前弯，好，屁股往后坐，拉我们的尾椎。站起来，就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好，够了哟。一吸气，好，手举高，握拳，空蛋糕，拇指空蛋糕，好，再往后吸气，好，提水桶往后提，好，起跳会弯一样，膝盖要弯，推出去，送出去，好，手打勾了，好，有顾胸前，向前，再向后坐到底。慢慢的站起来，
今天教大家4招的这个收功操，就是下交、中交、上交，还有我们这个还珠太虚哈，结合在一起。好，我们等一下要复习哦，每个动作复习1次。好，如果你在家里做哈，就是可以多做几次啊，好，让强化我们的经络，经络慢慢的脊椎慢慢的把它拉开哈，这个要这个观念很重要哦。好，第一个叫深根固底哈，好，我们先坐着慢慢坐，好，扶着膝盖坐下来，苦下来，好，吸气，好，抱球，数指条喊了，把球抱起来，吸气，好，托下巴，好，母足空荡高，再吸，好，有骨慢慢的弯下来，吐，用它数心松到天来下，然后再吐。好，第2式，好，吸气，我们的虚怀若谷，吸气，空荡高，再吸，好，有骨往下来，吐，松到天来下，再吐。好，第3式，气贯3合后，吸气，吸，好，从头推到最高，好，回张，头回正，空气前，夹耳朵，好，弯腰，一股往下来吐，好，屁股往后坐，好，第4式要站起来，慢慢扶着膝盖，慢慢起来，好，还珠太虚哈，好，慢慢来了啊，还做点嘛，做点哈，好，用扎数，下去了，握拳，好，往后吸气，提水桶，吸气，好，腰微弯，慢慢膝盖微弯，好，推出去，送出去，身体重心前移，屁股慢慢往后坐。好，扶着膝盖，慢慢的，好，站起来。好，那我们练习完这个经络运动哈，就是要收功啦。好，收功。好，收功的时候，我们记得哈，站姿与肩同宽。好，做2次。好，并脚做2次哦。好，手打勾来吸气。好，手向后面，向后背。好，吸的嘛，向后背，送出去。数重了，吸，好，停下来，吐，从这个胸口这边按下去，吐气，啊，不用松，记得吸气，太久别夹很哦，大腿要夹紧哦，吸气哦，这个是夹体顶撑，还记得吗？好，把它夹紧，好，往前推，吐，收回吸，好，从胸口按下去，下按吐。好，并脚，好，可是哦，吸气，手打高来，向后背，前推吐，收回吸，下按吐，好，吸气，向后面，吐气往前，收回吸，下按吐。那我们这个练功到今天哈。每次下课前呢，老师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啊，能够多练习一点。那我们下课有个仪式啊，好，下课嘛，来大家做出这样，左手比个4，大拇指并起来，就代表我们做人要怎样谦虚。右手握拳，看起来，代表做人要以和为贵。哦，右手合在这个手心里面，送出去，就喊谢谢老师，好，然后手往前推就放下来。等一下老师喊口令哦，喊敬礼，大家就跟老师敬礼，好，要跟一起做动作哦。好，我们就是有始有终哈。好，敬礼，谢谢大家。好，手不用下来，啊，大家做的清好，等下总是要喝水哦，好，喝水，喝完水哦，下困一下。